喉中暗涌。大人，凌迟处死！若此二人联手，圣上可開播緊急改名，吳謹言、陳哲遠古裝掃黑拳謀劇《御庭耀》定檔7月27日，開播僅3天，臨時更換劇名。吳謹言、陳哲遠主演古裝拳謀大戲《御庭耀》官宣定檔7月27日，湖南衛視芒果 TV 雙平台同步播出。全劇36集，每日2集更新。劇集主打古代朝堂掃黑，聚焦科舉舞弊、漕運、貪腐、豪強勾結多重大案。吳謹言化身首位女狀元，執掌監察院，冷靜理智探查罪證。陳哲遠演繹雙面少年，帝王朝堂隱隱暗夜佈局，二人朝堂對此暗中彼此依靠，搭配趙超儀、郭品超等實力派群將，跳出古偶戀愛套路，深話朝堂權力博弈。監製呂浩吉加持權謀迷，值得蹲守。御庭耀今日開播，這場君臣共謀的棋局終於落子，同步開播。但請記住，你要守的不是江山偉聘，而是他的原名御庭耀。這部臨開播前3天緊急改回，被按名的36集古裝拳謀劇，預約量突破150萬，最高衝至210萬。他不玩拳謀外衣、戀愛內核那套虛的，而是讓一個女狀元和一個少年皇帝真刀真槍牽了貪腐朝堂的桌子。大寧王朝少年帝王英寡陳哲遠飾14歲登基，皇權被世家權臣架空，朝堂貪腐橫行。他頂着滿朝反對，首開女子科舉，罪臣遺孤孟庭輝、吳謹言飾，借此殺出重圍，成為史上第一個3元及第的女狀元，執掌察民院監察大權。一個在明處隱隱佈局，一個在暗處抽絲剝繭。科舉舞弊、私鑄錢幣、漕運貪腐3宗大案層層扒開，從君臣試探到互為刀刃，以江山為盟，以家國為拼。吳謹言飾孟庭輝，市井孤女血海深仇藏袖底，朝堂貼面狀元風骨立雲端。他是孟庭輝，亦是紮在腐肉上的那根刺。如果說延禧攻略裏的魏瓔珞還帶着幾分宮闈鬥氣的巧勁，那御庭耀裏的孟庭輝就是一把插在朝堂腐肉上的尖刀。吳謹言產後復出的這部古裝大女主戲，選了一個最難啃的角色，滿門覆滅的罪臣遺孤，靠女子科舉翻身，卻在權力的牌桌上誰的面子都不給。他紅衣自拂上朝堂，素袍掩塵訪民間，面對權臣的威逼利誘他不退，面對百官的孤立圍剿他不懼。吳謹言的原聲台詞在朝堂辯論中擲地有聲，褪去了以往角色的外放張揚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向內收的沉穩與力度。他演的不是一個等着被拯救的女人，而是一個能跟帝王同殿議事，能獨自掀翻利益集團的孤臣。那雙眼睛裏沒有情愛糾葛的纏綿，只有查案時抽絲剝繭的銳利，和面對冤屈時壓不住的滾燙。孟庭輝的硬不在嗓門，在骨頭裏。他把外表冷硬，內裏滾燙的反差拿捏得絲絲入扣。陳哲遠飾英寡，白日傀儡隱玉妝容藏劍影，黑夜執劍孤身涉險破迷障。他是英寡，亦是困獸猶鬥的少年帝王。陳哲遠這次徹底撕掉了溫柔男兒的標籤，英寡這個角色比他以往任何一個都複雜。雙面白天是向權臣陪笑的傀儡，夜裏是獨行查案的執劍人。14歲登基，被困在龍椅上避，世家大族當提線木偶玩了多年，換別人早瘋了，可他偏不。陳哲遠處理這個角色最妙的地方，在於床朝堂上，他微微弓着背，眼神躲閃，說話溫吞得像沒睡醒。可一入夜換上勁裝翻出宮場，那雙耳裏瞬間有了殺伐之氣。他不動聲色地把籌碼一顆一顆推上牌桌，女子科舉是他的刀，孟庭輝是他的人，而他自己是那個甘願被刀人，割傷手掌也要握緊刀柄的人。帝王隱隱下的孤獨，絕境中的算計，對孟庭輝不動聲色的守護，陳哲遠全塞進了眼神和微表情裏。這個英寡是真的寡，寡言寡歡，卻也寡敵天下。梁永琪飾允清，白衣公子溫釀如玉藏機鋒，暗企入宮生死不悔守初心。表面是溫釀如玉的白衣公子，實則是權謀棋局裏最意想不到的那枚冧子。梁永琪繼墨雨雲間後，再與吳謹言同框，這一次他的眼神裏多了幾分看不透的深沉。允清不站隊不依附，只在最關鍵時刻亮出底牌，是朝堂渾濁中最後一絲乾淨的底色。這個人物的好在於他始終守着自己那條底線，哪怕滿盤皆輸也不曾越界。趙超儀飾嚴福之，千金一笑玲瓏剔透破迷局，紅顏自有肝膽相照共浮沉，富商千金卻比朝堂上那些男人更懂人心。趙超儀演活了嚴福之的靈動與通透，他不參與權鬥，卻是孟庭輝在絕境中唯一能卸下防備的人。
當晚邵文武視女狀元為異類，只有嚴福之、邵希希遞上一壺熱酒。這份女子之間的肝膽相照，是權謀血色中最暖的一筆。將藍色審之禮，知書達禮，深閨難鎖凌雲志。素手翻韻，暗潮之中定乾坤。歡如旗下的實力小花，這次演的審之禮是深閨中養出的智囊，表面循規蹈矩的世家小姐，暗地裏卻是情報網的樞紐。張楠的表演克制而有張力，他不必大聲說話，只需在關鍵時刻遞出一張紙條，就能讓整個朝堂地動山搖。這種隱密細無聲的狠角色，比張牙舞爪的反派更讓人脊背發涼。過品超式古音，權臣面目3分笑意7分忍，朝堂風雲一手遮天半局棋。特別主演的過品超，這次演的是朝堂上那隻翻雲覆雨的老狐狸古音，3分笑意掛在臉上，7分刀刃藏在身後。他是英寡最大的對手，也是孟庭輝最難啃的骨頭。過品超用成熟穩重的氣場撐起了權臣的口重感，每一場對此戲都像在刀尖上跳舞。盛一倫飾凌雲飛，校尉鐵衣血染征塵護宮缺，兄弟情義刀光劍影現真心。友情出演的盛一倫飾演神衛軍校尉凌雲飛，是英寡在宮中為數不多可以信任的人。鐵衣染血護宮缺，刀光劍影現真心。凌雲飛這個角色沒有太多台詞，但每一次拔刀都讓人心安。盛一倫用極簡的表演撐起了一個忠誠武將該有的分量。呂行飾徐庭，老神風骨，一身正氣立朝堂。暮年肝膽兩袖清風照汗青，老戲骨呂行飾演的徐庭是朝堂上難得一見的清流御史。暮年肝膽兩袖清風，他不需要站隊任何一方，因為他的立場永遠只有4個字：問心無愧。呂行的表演沉穩老衲，一場朝堂進諫的戲就能讓觀眾記住這個角色的風骨。王祖音飾狄廉，暗影隨行，無聲無息如鬼魅，利刃出鞘，有情有義是忠魂。暗影隨行如鬼魅，利刃出鞘現忠魂。王祖音飾演的狄廉是英寡暗夜中的影子，無聲無息，卻總在最危險的時刻現身。他沒有名字，只有代號，但那份沉默的守護比任何誓言都重。王祖音用肢體語言撐起了這個不需要太多台詞的角色。宋琦飾黃波，市井滑頭，油嘴滑舌藏大志，江湖義氣，赤膽忠心護明主。市井滑頭，油嘴滑舌，卻是英寡微服出訪時最得力的眼睛和耳朵。宋琦演活了黃波身上那股江湖氣，表面吊兒郎當，實則赤膽忠心。他是權謀棋局中最不起眼卻最不可或缺的那顆子。插科打諢間藏着大智慧。御庭遙今晚開播36集的體量，3個大案，一對君臣從試探到交付性命的全部過程。他不問你愛不愛我，只問你信不信我。在這個古裝劇忙着殺糖的年代，還有人願意拍一部真正講權謀、揸案子、拆腐肉的戲不容易。孟庭輝和英寡最終是知己還是互相利用？答案在每一場朝堂對弈裏，在每一次深夜密談中。